歡迎大家收聽收睇《會有香港壓力應援》第二季。第一季1月份已經結束，我就多年嚟第一次放咗個假，總結經驗同反省之後，雖然第一季喺內容同製作上邊強差人意嘅地方唔少，仍然決定保留。第二季只會喺 Spotify 上載音檔，至於影音版就喺 YouTube 上載。Spotify 冇乜限制，YouTube 就多啲麻煩。堅持做影音版只有一個原因，就係我講我相信嘅嘢。真人路上，雖然性格內向，本來就唔係咁接受自己，但係經過第一季之後，加上香港面對變本加厲嘅形勢，決定上 YouTube 嘗試接觸更多同路人，盡更大努力護佑我哋嘅小漁村。另一個新嘗試就係每星期有2次分享，每次內容會短啲，而且希望我講嘢嘅速度會比溫家寶快少少。分別喺星期2同星期6英國時間下晝1點上載，以英國夏令時間計，即係香港晚上8點。有個村官竟然講出真相，佢話侵侵搞關稅，志不在稅金，而係要攞某強國嘅命。呢啲村官對自身所作所為就假話連篇。佢哋講向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反顏色革命、反黑暴、反港獨、維護國安，其實都係大話西遊。真相係乜嘢？毀滅香港。有目共睹 ，NGO、非政府組織、新聞媒體、政黨等被壓制、被消失，或者被逼自我取締。行政、立法、司法，包括區政同教育等等，美其名愛國者治港，其實都只能夠接受回南天不可抗拒嘅力量，而上吐下瀉，不似人形啊！既然有目共睹，點到即止就算。只不過如果你仲有勇氣，唔灰心，歡迎你，更加為你感恩。讓我哋團結力量，一齊力挽狂瀾於既倒。問題係安法、安警兩件勝國嘅難兄難弟，喺佢哋作威作福底下，我哋又可以實質上做到啲乜呢？第一季容易勾勒出比較少人留意嘅香港文化同香港歷史特質，凸顯香港成長過嚟所累積寶貴嘅嘢，俾我哋可以着力咁捍衛，同時又不諱言過程中曾經出現錯失或者需要改善嘅地方。新一季講公民意識，就係喺香港文化寶貴特質呢個基礎上邊，築構香港人嘅公民意識啊！正如上季指出，冇嘢比建立判別能力同公民意識更政治性，而現階段我哋係已經冇辦法靠街頭抗爭或者傳統參選等方式進行，反而我哋可以深耕細作，通過零散嘅人倫關係同有機組織，將公民意識逐步強化過嚟，動搖偷工減料嘅所謂高牆。香港幾時都可以轉個身射個世界波嘅。我哋絕對唔係講緊軟對抗，因為講對抗難免包含被動同反動嘅意思。我哋唔好俾人用語言藝術誤導，我哋必須證明正確嘅名詞咁解，而指用準確嘅語言標示我哋對稱嘅地位與行動。我哋並唔係反動，我哋要主動咁持守，同埋叫香港文化衍生開嚟，打好光復嘅基礎。上季講過呢種做法叫做基進，從底層最基本嘅地方做起嘅意思，唔係激進。我哋香港人今時今日所面對嘅分岔路，一係努力叫香港文化喺香港人之間深化同擴展開去，主動地我走我路；一係守株待兔，平白咁被野蠻無道所謀害，垂死掙扎一下，即係人哋口中講嘅軟對抗。千祈唔好搞錯啊！人哋要命，要你條命，我哋要人。好似19年民權運動初期，手足喺金鐘現場嗌要人啊！時至今日，我哋更加要香港人。呢一集開始講公民意識，講意識並唔係講法律身份同地位，反而係要釐清我哋同香港嘅關係，以及同其他香港人可以點樣連結起嚟，然後作出
對稱嘅行動。上季提及基本法夾硬定義我哋只不過係居民、住民，有完全冇徵詢過我哋嘅意見，就指定中國裔香港人都係大陸籍，造成非中國裔嘅香港人成為冇國籍人士，更加妨害咗我哋對香港嘅歸屬感。所以當我哋表明我哋唔係大陸人而係香港人嘅同時，更加要留意香港係我哋歷代香港人打造出嚟嘅。除咗港英政府有參與過之外，其他人憑乜嘢喺度指手畫腳呢？香港喺67年工聯會發動暴動之後，有個大好機會推進香港公民意識，只不過俾消費主義衝擊，愛香港運動變成愛消費運動。之前冇提過嘅另一個原因，就係60、70年代香港社運，知識分子喺抗衡殖民主義嘅意識下，一路子就打中國牌出嚟。公道講句，當年香港土生土長嘅學者唔多，研究香港嘅更加鳳毛麟角，而南來學者又睇香港唔上眼。直到97契機，世界各地學者紛紛嚟研究末世香港，香港人先至開始關心自身嘅身世啊！上季又講過，主權問題上，香港人被港英同大陸政權操弄，被動而且流於表面咁認知。發哥喺英雄本色為面對97嘅香港人咁話：我哋唔係要威，唔係要叻俾人睇，我哋只不過係要攞翻自己應有嘅。咁乜嘢係我哋應得嗰份呢？我哋冇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同基本法裏面提出俾香港人高度自治50年不變嘅承諾。英國又唔係遺落破壞條約嗰方，反而挺身而出俾 BNO 港人永居英國。既然如此，講句公道話，根據英國同清廷訂立嘅條約，英國對港島同九龍界限街以南擁有永久主權，界限街以北同新界包括離島，英國人同清政府租借99年，合法繼承清廷政權嘅係中華民國。而家一分為二，租借契約問題要同無恥違約嘅一方傾，抑或同民主嘅台北傾呢？公民意識並唔係能夠單純建基喺暴力同無道嘅基礎上，除非當你係韭菜，係咪啊？值得大家好好留意嘅係文化，或者講一套良好嘅生活同行為模式，一旦被肆意破壞之後，動則花上以百年計嘅時間先至可以重建起嚟。你今日見到大陸人去到邊都俾人當係非洲和尚，你估佢哋想嘅咩？呢啲都係文革嘅餘孽，暴民力量聲大惡晒。有大陸學者寫過，文革過後大陸人說話嘅方式都唔同咗。點解啊？因為文革以言入罪啊嘛。難怪安發哥姓郭嗰個以言入罪，有乜出奇呢？你如果關心子女教育，尤其是在港嘅，作為家長要組織自助群組，留意同幫助子女學好香港本來就係兩岸三地之中最文明嘅行為模式啊！後知後覺就後悔莫及噶啦。如果有人對香港歷史同地理有認識，不妨組織在地遊學團，幫同學認識香港成長過嚟嘅歷史，同埋喺香港孕育出嚟嘅優美行為舉止啊！冇錯，係百上加斤。其實在外香港人何妨唔係被逼流亡，重新出發呢？佢哋仲要憂慮點樣為下一代傳承香港話同中文。所以香港人不論在何方都要團結互助。例如在台港人以台灣中文水平高嘅優勢，為各地香港新生代設計中文讀本。在港在外各級學生又可以口耳相傳咁組織網上學習小組，互補長短啦。
主權在我。作為成年人，要把握機遇，為原生香港感覺自豪。只要你唔係只為己，亦都為他人設想，香港就好需要你。人哋要你條命，我哋要活出文明香港嘅你。榮歸香港，再聚。